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9号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在今仔增加2个带病入境的确诊病例，针对着隔离时间爱活动，指挥中心表示讲，专家讨论时间公文签出去，还阁要等1个礼拜。伫当了后，头一阵的寒流特别来到，为对明仔载开始会寒到元旦，上寒会当达到10度以下。警方署公布107年每4分半钟就一个人着感，而且上侪人去得到大肠头。国内在今仔又增加2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也因为最近直接出现14天居家检疫了后，所果检出病毒的人，就风声讲要修正解除隔离的标准。疫情指挥中心伫今表示讲，专家会议结论公文签出去，尚无阁要等1-2礼拜。国内新冠疫情个新增加2例境外移入病例，第795例是美国男性移工14来台湾，2次检疫期满进行采检29确诊。第796例是印度籍的男性，当年住伫美国受聘来台湾工作，13家出来的人斗阵入境，检疫期满自被由公司安排采检29确诊，目前已经掌握接触者15人。公司安排到这个医院采检，在今天确诊。那目前已经掌握个案的接触者共15人，那其中4人列居家隔离。另外，因为 CT 值愈悬，代表病毒量愈低，无法度培养出病毒，进行专家小组开会决议，倾向 CT 值34以上，就看做是阴性。未来只要是一采检2采 CT 值34以上，或者是2摆采检 CT 值拢是34以上，就应该都隔离出院。特别是到34以上，大概不再会有培养出病毒来。换句话说，就是对他周遭的人不再会有威胁。应该是说，在专家会议里面有做出这样的结论啊，那但是他必须要先这个部分还需要签合啦，所以这过程可能还需要1-2个礼拜。因为中营航空纽西兰籍技师违反防疫规范，和国内各出现本土病例，机组员防疫措施提升到爱居家检疫7天，各家自主健康管理7天。因来技术工会不满，批评免因为接受个案都处罚大部分的守法的人。等于是大家来一起承担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严格的防疫政策，那我们也会咬牙一起度过。但是希望就是说在派遣上面的话，必须也要考量到就是我们在组员的身心健康状态。指挥中心回应，机组人员的加强版防疫措施会观察1个月，看外站管理上是毋是有做好，未来无得较有机会会调回5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伫咧英国出现变种的武汉肺炎病毒，而且佫真高炭。中航空伫官方网站公布明年正月航班，其中台湾往回英国伦敦的航班是全部停飞。另外，中航空飞英国航线到今年底是全部取消，明年也暂时无被恢复。中华航空表示讲，考虑到英国的疫情加机组人员的隔离措施，暂时要停飞英国伦敦的航班。另外有风声讲，台湾的航空公司无要增加过年期间台湾加中国两岸之间的航班，这可能是11年来头一回。讲到这个武汉肺炎伫全世界加滚，咱台湾也出现本土病例啊。不过各地头的新年晚会却是拢照常举办。台北市是限制8万人参加，分做24个入口管制。台南、台中是着爱留联络资料做登记。另外高雄的部分是分区，也要来分散人阵。为近距离看明彩风采，台北市府西边广场的跨年晚会现场已经挂牌为台北路南。大步旁规暝在排队。因为去年也有办这个活动，然后很多人夜排，所以想说今年也会很多人夜排。台南跨年晚会无被取消，再加上韩国甲台湾明彩加持，提前插一个晚会。不过防疫地区除了一场是限制专程挂吹暗禁止食物件，市府已经由管制线今年为4个出入口进出，居家检疫的人参加跨年罚金会为50万起跳。法律已经授权给我们一个裁罚的范围。那在这段时间，特别是大家觉得警惕，尤其是秋冬防疫专案的时候，我们不排除从最高额开始。在参与活动之前，可以先来上市府的官网，然后找到这个 Google 表单。那第二个部分是到现场之后，我们会有仪器可以检测身份证的 QR code。现场如果没有带身份证，也没有提前输入的话，我们可以在现场填写纸本。
台中台北市府跨年晚会甲102宴会同款无要停办，参加晚会也爱实名制登记。台北市府下收管制区域内人数总量管制，以往年的经验11万人，降到上济8万人。所以管制点24个入口统一为31下晡3点开放。8万人为上限，但是如果我们会以现场的状况做适度的调整，如果有些群众他可能会往比较前面来挤的话，我们可能会在6到8万人的数量里面来做调整。结合港湾特色的高雄跨年晚会，甲其他县市集中式会场无同，表演舞台分海陆2区，市府强调加强分区人流管理，要求全庭挂吹安。我们是比较是属于分散型的。比较广泛的这个会场相关的分区人流的分区管理，那我们会来全力的来落实。全球疫情严重的时刻，台湾民众欢喜参加跨年活动，唔通被激励。防疫措施要靠加谨慎配合。记者综合报道。境外观众朋友就要特别注意咯，入冬了后，头一阵寒流就要到位啊。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也提醒民众，对明仔载开始就会一直降，可能降到10度以下，而且一直寒到初一透早，请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寒冷头一波寒流就伫要来啊！气象局发布寒冷第1届低温特报，而且甲全台湾22个县市日起低温黄甘等的范围。气象局表示，拜三全台温度会降真紧，连续3天拢是低温，一直到元旦透早。主要是因为湖北嘅震动和北极的空气直接入南，台湾才会这么寒。全台湾拢有可能会出现摄氏10度以下的低温。北部地区清晨可能温度还在16、17度左右，但是我们预估下午北部地区有些地方低温已经到达10度以下，中部地区看起来也是白天开始温度会明显下降，南部地区相对而言可能在早上的时候或是到中午还是有19度左右的高温啊，但是相对下午晚上温度也明显下降。全球暖化气温继续升高，今年1月份到11月份，全球平均气温比英国高出1度。气象局表示，今年是强环性的年，台湾是有记录以来上烧热的一年，全台湾平均温度24.61度，嘛创这几年以来的新高。若是今年累积的雨量嘛较少，尤其是中部山区嘛，敢若平均在5成至7成。在隔年的春天这段时间呢，在我们台湾附近的东北风还是平均向来会比较强，会把北边比较干冷的空气带到台湾上面来。所以在明年1月到3月，我们的估计呢，在气温上还是属于正常的这种情况。那在降雨部分的话，我们估计呢是偏少到正常。30开始，温度表就若像厝流量共款降低，一直到元旦之前，中部以北低温超干那7度，各地嘛拢会继续降到10度以下。到1月初开始，日时才会豆豆回温。气象局嘛提醒，有心血管疾病也是厝内时大人，一定要注意真大的温差变化，农渔业嘛要严加防范。记者综合报道。也因为寒流伫要来啊，农民甲渔民拢开始准备，话农又开始安炸风的塑胶布，渔民也伫渔池边边安炸风的塑胶布棚，希望把这个渔业、农业的损害降到上低。饲毛沙目仔的渔民，趁气温还未降落来，赶紧伫咧渔湾内边啊，甲炸风的网仔揪起来，都是惊下年这波寒流温度上过低，致使沙目鱼大量死亡，造成严重的损失。目前都已经把那个鱼从那个浅坪那边把它那个就是说让它导入那个越冬池去准备过冬，然后来迎战这一次的那个寒流。除了渔民爱防寒害，部分的鸡仔甲鸡子类较袂冻咧寒，所以袂少农民嘛开始做防寒的措施。有种美浓的农民用塑胶网仔搭一个炸风的棚空，降低寒流的影响。晚上的时候，它温度是非常的低，所以在我们夜间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隧道式的帐篷拉紧、罩紧，对它里面的温度、湿度不会流失掉。苗栗的草鱼嘛进入成长期，若是花鱼因为伤寒去伤到，恐惊会影响到果子的成长。有民众伫咧园内喷红冻剂，一家会当维持5天至6天，希望会当冻过这波寒流。因为现在第2期花正在开哈，如果是有冰霜的话，很容易把花哈这个冻伤，然后就第2期花的就会结果率就会非常的低，而且会造成很大的损害。比较会对低温敏感的部分，
大部分都还是果树类别的部分。嘿，那往年的部分，如果寒害是比较接近，就是说过年那段时间的部分的话，反而是对水稻秧苗的部分的话，影响是比较大的。刷落来寒流会来到真凶光，气象局预测山区会出现0度以下的温度，沿海甲空旷的地区会出现7度以下的低温。农民甲渔民展开防寒的准备，各地方政府嘛呼吁农民会当利用地理的条件，甲保温的物件穿好胶，预防的工课做好，才会当达到防止寒害的效果，减轻损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明年就要开放进口有300种的猪肉，到时阵无论是鲜肉或者是加工的肉品，拢爱标示猪肉来源。卫福部长陈时中在今仔日去到宜兰酒厂视察相关的产品标示情形。另外，云林县政府是发无300种的认证标章，予合格大头仔，强调云林县禁300种的立场。游乐水暗试食红卡烟前滋味，离开放内地进口，存无到3天时间。卫福部长陈时中2早起前往台州宜兰酒厂视察，食美食之外，更加强宣导猪肉相关产品需要清楚标示来源。不管是我们的国产猪，或者是西班牙的长衣，也都是很清楚的标示出来。我们现在总共辅导了26万多家猪肉食品相关的业者，都已经涵盖在内。在12月15号以后生产的，我们就在包装袋上面清楚的标示我们的产地。那旧的生产的部分呢，我们用喷印，还有我们的一个加贴标章的一个方式，我们也来清楚的标示。因为为明年元旦起，无论是生产猪肉，也是加工食品店家，若无清楚标示产地，都会被开罚。面对内地旅馆除了中央用产地标章，各县市政府也推出标章，市地大县、云林县卫生局都发零300种认证标章予摊商。县长张立生再次表示，坚持来这零检出。一旦被检查出来就是你标示不清、标示不实，我们会进行食安法22条、25条、28条的一个开罚，甚至要求你下架、销毁不得再上市了我们会用最严厉的这样的一个惩处的标准来严格的规范。对中央到地方发出各种大抓，引起台湾的标章之乱。张立生表示，伫云林民众会当放心选择打管护标章的店家，也向中央反映，要简单清楚的方向改进，避免消费者看甲灰沙沙。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到新北市，新北市也强调讲，袂当检出300种，甚至是物件食剩的喷药限制。因鼓励88间用喷饲猪的猪农，针对有大认证标章的餐厅，才会当收因的喷来饲猪。另外，嘉义市也讲，若准限制300种的自治条例，去予中央政府驳回，因也要提出释宪。为着守护饲猪产业，新北市动保处最近真积极派人去拓牧场，也阁有屠宰场稽查，就是要甲台湾猪肉的品质顾好。明年1月初1就要正式进口美国猪肉，新北市府坚持爱零检出，嘛爱零进入。针对这点，新北市成立联合反内地猪医辅导小组，鼓励88间用喷饲猪的业者，确保餐厅爱有打台湾猪的标章，才会当回收因的喷。市长侯友宜强调讲，无论是倒一道的，只要牵涉到猪肉，敢有来客多巴胺，拢总爱讲互清楚。9大业者一定要落实标示，来或不来讲清楚。那没有规定的，希望我们小店、商家、路边摊能够自主上我们的食材登录。新北市鼓励用喷饲猪的业者禁止收有300种的喷，不过目前无相关的法规，无法度裁罚。动保处指出，今年8月份到11月份，已经查获206件，要求饲猪的业者每一天爱报告敢是有甲喷过、煮过，也阁有查获卫生管理的记录。饲猪的业者是认为讲，政府爱严格稽查餐厅的业者，敢是有按规定来标示，这是第一要紧的。每家餐厅他们都要落实去稽查他们。那我们的厨余是不是就不会有来猪的问题？新北市反来猪入厨余，反来猪入厨余。针对台北市提出爱用无300种的喷来饲猪，台北市长高文哲是无愿意加讲啥。因为侯友宜是讲，地方袂等中央，明年1月初1会先按地方的是按自治条例来执法。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顶一日讲，中央的行政命令是大过地方的自治条例。针对这点，嘉义市头一日讲，若是300种零检出的自治条例，去予中央驳回，市府甲议会会做伙提出释宪。我们只是把明确的法则放进来，然后送到卫福部，但是卫福部到现在都还没有核定，该怎么做要赶快给我们核定下来，不要行政怠惰。
黄炳辉表示，若是边境把关做了无好，地方恐惊爱了袂少人力来稽查。至于中央，连漂时来客多巴胺这种上基本的拢做袂到，议会若是提出适限，市府一定配合，替人民食食的安全来把关。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咱台湾欠水的问题一直拢无停过。在今仔日，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就宣布讲，明年的新竹、苗栗、台中有一寡田也着爱停止淹田压水。水情定好对本地减少水压，是改做是减少水量。另外，用水量有超过1000度的工业公司，也着爱省7%以上的水。西半部水情由于严重，部分水库水位继续下降。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召开第5摆工作汇报了后宣布，新竹、苗栗甲台中水情定好为减压供水的黄顶下修到减量供水的柑仔石顶，以及调做停管大约2.8万公顷。水利署表示，每个月用1000度以上的工业用水后，节水幅度需要达到7%，可含园区是以总量管制达到节水7%。未达7%之工业用水大户进行专案水表签封作业。至于科学园区、工业区及加工出口区，以总量管制的方式来进行节水。另外，非工业用户一个月用水量超过1000度，甲游泳池、三温暖等是减量供水为10%，渐渐到20%。若酷化继续恶化，就会进入分区也是定点供水的红灯。即摆中标中农田停管补偿标准，同款是农家贷款加计5%，上悬每公顷9.3万。停管面积扩大，农委会挂保证粮食安全无问题。我们的100米的粮食供应绝对会是没问题，在明年1整年，因为我们加上我们政府的这个安全的库存量、粮食安全的议题绝对没问题。另外，塘园石门水库抽水量有淡薄回升，以及调做监视停管，将伫明年1月初5决定。即摆中标中实施停管，农委会表示，当咧建议以工代进，提供农民短期工作机会，参与农田水利设施、清污除草等工作。也毋过经费也咧争取，有个需要开上千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铁上界新的观光列车名列好，在今仔日展出来放看。头一班车是伫咧今年最后一天要开始走，而且是配合着跨年的商业行程。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讲，肯定台铁的规划，也支持台铁专线。列车准备出发了，台铁上新推出的明日号观光列车，29伫南港车站启航。这个很有设计感，有一种王者的这种气概，怎么样让它更有质感？这个是这2年来也在张局长他的努力下，我们看到了成果。所以我觉得台铁这样的转型我是非常的肯定跟支持。交通部长林佳龙支持台铁转型，明日号列车黑色配合柑仔色，内部还有客厅车厢、吧台车厢，看起来是真流行。设计还得到日本2020设计大奖。明日号观光列车已经由旅行业者承揽，首发团主打台东太麻里跨年迎接日头光。按算31分别为南港新乌日出发，车票已经卖了。将一个旧的机车头跟我们的莒光号跟所谓旧的车体做了一个全新翻修的打造，设备堪称目前国内的第一。只要参加我们会员制，我们有一定的条件如果达到那个条件，就可以来使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了。明日号到花莲台铁比较机场，设伫花莲站的礼宾室，内底有吧台、特色餐点、无线网络、充电插座，规划予台铁 VIP 会员使用。不过细节要咧规划。以我而言，因为我每次搭火车都是匆匆忙忙，时间到了才上去这样子，所以使用 VIP 室的机会比较少。毕竟是使用者付费嘛，所以餐点然后一些服务我希望要比机场来得更周到一点。台铁指出，为迎接2022铁道观光旅游年，伫2024年进行推出5种观光列车，未来包含南港新乌日、甲新总营站也要推出礼宾室，各界伫这站点设旅游中心，希望民众的铁道旅游更较有感觉。记者综合报道。
台铁换线，咱来看高铁。若讲到高铁要做到宜兰站是要设伫倒位呢？宜兰县长林姿妙伫今仔表示讲，建议会当设伫咧县政中心，是因为边仔的公共设施完整，会当带动产业发展。针对到这个规划，铁路局提出到大溪四城、宜兰、罗东、车头加县政中心4个方案。县长林姿妙建议讲，会当设一个县政中心，是因为县政中心是宜兰的中心点，边仔的公共设施完整，也佫有宜兰科学园区会当带动发展。咱来看到台中的捷运，讲到台中捷运试营运的时阵发生问题，爱听候到当时才当通车咧。台中市交通局表示讲，因为检验单位案件伤过济，而且全部换过，这个零件若准全部换新，也都要重新测试，所以通车的时间也是讲袂准。市长，终结通车有没有新的想法或规划？好，谢谢。讲到动这通车的时程，台中市长卢秀燕无愿意回应。原定年底会当通车的路线发生车心断气的事件，市长卢秀燕则是向市民道歉。台中市府也要求8节，搁送一支完整的车心检测，也毋过到今已经半个月，结果也是无出来。他们已经送去了，送去了之后，我们事实上每天也都在追相关进度因为到年底，那可能相关这些检测单位其实量可能也蛮庞大的都要去做一些材料的这些检测。那我想这个部分倒不是说我们的进度变慢，而是我们平行都在作业。台中市交通局表示，因为无法度确认是单一个案，市府要求扩大检测之外，也发现有强度不足的问题。目前除了已经送检全新的车心，若讲要评估通车，要先看8节的调查报告，提出改善作为了后，搁经过台中市府组成的审查委员会通过。北捷局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委员会，所以前后加起来一共有大概将近14名专家学者会来检视整个中捷在这个厂商修复的过程中它的合理性，然后合法性跟这个合乎这个安全性。台中市府表示，车心断气原因也有待确认，目前要求将36支车心全数换掉，而且后手爱搁经过试车，加上也无法度确认原因甲安全性，目前犹原无法度确定到底什么时阵会当顺利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咱来看中国疫情。中国伫2倍搁再增加27个人染病，其中有15人是本土病例，是伫咧辽宁和北京。北京的感染者当中有2个人是咧做司机员，另外辽宁有2个人是医护人员。那讲到香港的部分，在今仔日又搁增加53个人染病，有14个人是找无感染源。香港第4波新冠病毒的疫情持续恶化，而家阁新增加53例确诊，大部分拢是本土病例，其中1个人是别出君子感染联合病院的护士，也有1个是36岁驻守红磡分区的女警察嘛确診。在这确診病例當中，有14例是感染源不明嘅。喺過去2個禮拜冇病徵嘅個案都係有24%，而源頭不明嘅本地個案大概有30%半。咁我哋繼續係十分關注社區上面呢個病毒隱形傳播鏈可能潛在造成群組嘅一啲爆發嘅風險嘅。除了香港，中國疫情嘛壓關了真緊。根據官方嘅通報，2倍新增加27例確診，其中有15例是本土病例，是伫遼寧甲北京。遼寧嘅確診病例當中，有2個是醫護人員，受到大家關心。因為確診嘅人數一直增加，新陽市針對幾個主題區甲醫療機構做專員核酸檢測。嘛要求實施高等教育的學校，袂當提早休館，而且伫休館進前，全部的人攏愛做核酸檢測。非中高風險地區的高校，原教學計劃完成後，可錯時錯峰放假。放假前需全員核酸檢測，持核酸檢測陰性報告離校。最近北京出現幾個無症狀的感染者，確診的人數嘛閣一個稱懸，其中有2個人是網絡預約出租車的運將。因為牽連到的乘客未少，目前官方已經擴大調查接觸者，也讓業者嘛免費甲下底司機做核酸檢測。受到疫情的影響，為咗避免人丁群聚，北京嘛宣布會嚴格管控群聚性的活動。所以2021年1月7日的假期甲新正的期間，未舉辦各種大型群聚的文化活動。記者綜合報道。有人伫咧講2020年是冰冰冰冰的一年，伫即個新年頭，舊年尾紐約的時報廣場，伊也舉辦告別舊年活動，邀請民眾將2020年想要放袂記的代誌寫落來，才做伙甲毀掉。今年紐約的新年慶祝活動也改做是線頂舉辦。
2020年进入尾声，今年全世界拢受到疫情的摧残，一寡人甚至失去亲友，国家上真侪有名的人小连续过身。纽约时报广场联名28按照往年举办脱离2020活动，邀请民众写因伫2020想要袂记也甲脱离的一切，甲等入喙纸机内底。 And guess what? This year we're gonna have a better year by bringing in 2021. We're gonna change it all up. I think that everybody, a good lesson was just appreciate what you have and your family more. You know, I think our family got even closer throughout this whole thing. So it was definitely a nice lesson. 因为防疫考量，今年世博广场跨年倒算活动无开放民众参加，不过活动也是会透过直播举行。跨年时阵使用的水晶球，目前当加紧伫组装当中。今年的水晶球主题是幸福的礼物，12英尺大，有2000外片水晶三角棒，以及32000外粒的 LED 灯组装起来。And this is the most anticipated New Year's Eve celebration since the millennium. I think we're all ready to celebrate the end of 2020 and start 2021. 世卫组织专家28主持今年最后一场记者会，形容新冠疫情是互咱人类的一个警告，也有可能未来会出现更加致命性的流行病。We need to get ready for something that may even be more severe in future. In this, we must honor those we've lost by getting better at what we do every day. Together, let's make peace among ourselves and with nature, tackle the climate crisis, stop the spread of COVID-19. And make 2021 a year of healing.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伫年中谈话讲，2021年是疗养年，只要人类团结起来，就会出现新的希望，战赢气候变迁，也甲新冠病毒。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伫咧美国的交接小组有甲选调美国总统的拜登进行国安简报，也讲到川要派人入去国防部调工制造组该拖慢交接的速度，损害到国家安全。不过国防部的代理部长说是不会这件代志。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28接受国安甲外交团队视讯报告了后，表示美国真侪安全机构伫川普的领导之下，人力、能力甲士气拢将要消失。川普透过政治任命入去国防部、白宫管理，还有预算局的官员，增加各种的障碍，互伊的过渡团队无法度摕到需要的情报，互国家面临着安全的风险。My team needs a clear picture of our force posture around the world and our operations to deter our enemies. We need full visibility into the budget planning underway at the Defense Department and other agencies in order to avoid any window of confusion or catch-up that our adversaries may try to exploit. Right now, we just aren't getting all the information that we need for the outgoing administration in key national security areas. It's nothing short, in my view, of irresponsibility. 国防部代理部长米勒随发声明回回讲，国防部已经安排400外个官员做164届的会谈，而且提供超过5000页非公开甲机密的文件，超过拜登过渡小组当初的要求。伊讲，国防部这礼拜安排3场的会谈，其中2场甲疫情有关系，另外1场是网络安全的议题。拜登就任之前的3个礼拜，也会继续安排各种的会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用了解消息的人士报道，最近这几个礼拜，国防部甲拜登过渡小组的关系确实是真紧张。顶礼拜发生骇客攻击联邦政府的机构，包括国务院、商务部、能源部甲国土安全部拢受到影响。也佫指出几啊千间美国企业陷入严重治安的问题。拜登的过渡团队到当也无法度摕到国防部亲自的报告，敢若方要求讲为机构之间的组织 UCG 收简报。也若另外一个争议是国防部代理部长米勒讲，双方拢有同意伫咧年节啊期间暂停报告2礼拜。不过拜登的团队是否认有这个讲法？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台湾民意议会今发布2020蔡政府10大施政的民意反映，有53%民众赞同这1年来蔡英文的施政，也有36%民众无赞同。另外，针对着开放美国猪肉政策，有63%的民众无满意。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英良认为讲，蔡英文本地表现是真好，却因为美国猪肉议题，民众对政府的施政会愈来愈严格。
内地开放也影响到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民调。根据美丽岛电子报纸被公布民调显示，苏贞昌施政无满意度有49.3%，超过满意度的46.8%。以及到早起落南参加高雄港第7会柜中心开工典礼时，表示谦卑检讨。行政院长这个工作是非常的吃重，又是高耗损的位置。我这2年来得整个团队大家一起努力，民众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谦卑检讨，希望能做到大家都认为好。不过，台湾民气基金会自9月发布另外一场民调结果，显示对苏贞昌对局的满意度有51%，比不满意度的41%较悬。蔡政府自2020年10大施政表现，主要伫防治疫情甲纾困表现，也分别得到84%甲75%的高支持度。不过，说伫美猪进口食安、司法改革严重失分，其中台湾人对开放美猪政策63%不满意，主流民意强烈反弹，也互蔡文下半年失去经济支持度。蔡政府一整年的表现要打个分数啊！我真的觉得就是60分了。上半场打得很好，下半场乱七八糟，然后到结果差一点这个输掉整场比赛。固然一个说法就是美猪影响很大，但美猪8月才开始啊，那7月以前就连掉了4、5个月，是怎么回事？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英良表示，蔡文这1年来民调，顶半年因为疫情控制真好，5月有71%的支持度，17月刷创下新低，显示蔡文第2任蜜月期已经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国军伫今日举行明年度的将军进任典礼，由总统蔡英文亲身主持。这回有5个人升做中将，25个人升做小将。其中副总统赖清德维安人员，也就是万里景卫视的主任谢振华，伊个人有一寡争议，也变作是政人上界关心的话题。国防部长颜德发亲身颁奖，甲上顶将军的徽章，甲伫咧新科小将谢振华的肩胛头。谢振华担任万里警卫室的主任，负责副总统赖清德的维安，佮加上演技能力真好，有国际保镖的证照，嘛捌去美国乌水公司受训特勤战机，工作能力是受到赖清德的肯定。毋过即个拄上校进任校长，所受真济争议，去用标出无通过体测，军方安排补测，用5个月的减刑来代替3000公尺的招标，引起外界争议。其实都是子虚乌有的。那相关的体测以及是否能够进任，这完全都是合乎计划、合乎法规，没有任何的苟且的情事。雄雄正做媒体关心的重点，谢振华后任是向高层游说才得到晋升。环保公布这回事，国防部29举办110年的将官晋升仪式，总统蔡英文亲身主持，除了表达祝福，嘛强调晋升的时阵责任嘛相对变重。身为3军的统帅，蔡总统佮交代2项任务给将官，期待伊能当用自信来做标准。为了要和国际接轨，掌握最新的情况，我们的各位将领不仅要能以身作则，替力精进，更是要鼓励后进。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国军协助防疫有功劳。蔡总统特别甲原本4个上校变改单位全部晋升做校长。若是国防医学院、预防医学研究所，会使讲是国军深化防卫作战的重点。所长洪怡仁晋升做校长，会当看出蔡总统高度重视国军生物战剂研发甲预防。事实上 ，P4 实验室是台湾唯一的一个最高等级的一个防护实验室。事实上，它是从事的一个是最传染性致死率最高的致病源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场所。面对国际疫情继续伫咧拖，军医校长展现自信，强调讲国军已经准备好啊，会谨慎面对所落来挑战。记者综合报道。每一个人，无论是食到几60岁，拢是爸母的心头肉。进前有一位姓黄的军官伫平安夜内面结束家己的性命，家属认为讲是军中界霸凌，才会造成这款的悲剧。家属许10位军官提告了后，落尾检方认定罪证不足，无要甲因起诉。死者的爸母认为讲司法无公平，伊的后生是含冤来别死，也强调讲会替伊后生讨一个公道。政界的不打紧，这10个人没有一个人被起诉，情何以堪啊！
摕到宝贝后生的相片，大声口讲司法不公平、艰苦假，徛袂知跋倒伫涂骹。亲友看这情形，赶紧甲查起来。会这么生气，就是因为伊的后生陆军2692姓的中尉，今年4月互人发现伫营区自杀过身。加上这个是军中长期霸凌，向10个军事官提出告诉。当地检署进前侦查终结，认定罪证不足，作出无起诉处分。听到这种结果，家属无法度接受。我们死亡证明我们现在不先领，我们还要再提再议，能够走一步算一步。提出开讲记录，会议中充满无奈。妈妈讲后生毋是军中正规班毕业的，好亲像空降部队，所以互长官挑难，部署阁集体罢工，连军用品的费用也要家己代付，甚至后生的手机啊、公务电脑到即马还未解锁，有一寡疑点还未查清楚。死者的手机以及使用的电脑，检察官都有送请相关的单位做鉴定。那鉴定的结果呢，也有在不起诉书里面做交代。检方的调查报告是讲罪证不足，也强调无预设立场，是依照证据调查。若做家属不服，会当阁寻求其他救济管道。只是对后生的死，妈妈是无法度接受，已经拍算澄清再议，要为后生继续讨公道。记者综合报道。有健康的身体，人生才是彩色的。所以要来关心到咱的健康。国民健康署伫今公布上新的癌症报告，讲107年差不多4分半钟，就有一个人去得到癌症，比106年是加4000多人，其中得到大肠癌的人是上介济。另外，查甫人得到喙腔癌甲食道癌的机会是女性的10倍多。咱国民众癌症时钟再度行紧。根据卫福部上新癌症登记报告，107年116131人先发着癌，比106年增加4447人，平均每4分31秒就有一个人确诊着癌，比106年近11秒。大肠癌连续13年摕第一，接来是肺癌、女性咽癌、肝癌、喙癌、尿核酸癌、甲状腺癌、皮肤癌、胃癌、子宫体癌。除了子宫癌、甲食道癌排名互换，其他的排名甲106年同款。在今年度有2个癌症的一个发生的降低是最多的，一个是第一位刚提到的这个大肠癌的一个部分，那第二个是肝癌的部分。大肠癌虽然是第一，也毋过国健署表示，防治推动14年产生效果，50至84岁各年龄别的发生率有下降。此外，肺癌甲尿核酸癌发生的人数明显增加，男性的喙癌甲食道癌的发生率是女性的10至15倍。这几年的死亡率下降，实际上跟早期发现很有相关，特别是台湾女性的肺腺癌的比例是比较高。如果它是早期发现的话，当然是它的死亡率是相对来讲是下降的比较快。国健署指出，人口老化快速甲无健康的生活形态。有假的癌症发生人数将会继续提升，民众若会当定期检查，量早发现病症，也是掌握癌症的病变，降低死亡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中英华基金会甲联合国举办票选年度大新闻，今年第一名就是3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武汉肺炎世界大流行。受到邀请出席活动的台大副校长张尚顺表示，台湾民众对疫情的关心甲配合是台湾防疫成功的重要关键。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武汉肺炎大流行，这条新闻也赢过总统开放美国鸦片进口。另外，中天新闻台换执照无通过，乌鹰直升机发生事故，蔡英文连任力赢国会过半，这5条咧也拢排伫前5名。有人上届期待明年第一份新闻就是疫情受到控制。张尚顺也讲，相信大家若准有配合，疫苗若有助，世界就会量早恢复平静。伫咧高中以下学校，各地方拢有设学生辅导咨询中心，甲专业的辅导人员。不过，辅导人员有的是一年一期的聘请契约，薪水也无增加，无讲真悬，一直拢增加，拢无法度甲人才留着咧。教育部也表示讲，对明年开始会调薪水，大约是一年加2万块以上。航空事件多元，一旦出现严重霸凌，也是自伤案，爱由社工甲心理师专业协助。教育部统计，今年全台应聘690名专负人力，因到今年9月是聘550人。6都中，新北欠22人上济，6都外，南投14人，偏21人上欠。
社工师最常流动的是去考上公职，成为公职社工师的。那另外，心理师最常流动的是外面当心理师以外，另外最常见的是去当专辅教师的。专辅人员招不满，流动率无低。第一线人员讲，一年一聘无够稳定，每人平均逐个月服务10外的学生，业务量真重。佮拄着唔是专业的主管，不如卖做。保证中央有补助地方提款薪水，也毋过各地执行无共。自筹款的部分，那地方政府有没有认为辅职中心专辅人员这个制度是重要的？这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啊！实际采集专业跟督导年资上面。真的是要如实采集，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教育部真的要去想办法的地方，不能是在只是说啊这个县市他不做。要安怎招到专辅年龄也肯留落来？教育部表示，110年元月初开始，新点积合率由124.7提升到130块，每人每年会当增加2万。此外，提款协定计划金额上限，督导人员8顶7届，专辅人员7顶7届。另外，专辅敢会当为聘用改造公务人员，因为涉及专业配置较复杂，也爱甲地方审慎评估。记者综合报道。秋冬防疫专案施行了后，出入公共场所拢爱挂嘴罨。伫台中就有一间庙，因的顶头五爷将出去进香的时阵也拢挂嘴罨，咱做伙来看因特殊的安排。五爷新将对进香团出阵，每一个新将的面都画真特殊的面谱。不过详细看，敢若甲演过看就无啥共款，因为这几个新将拢有挂彩绘嘴罨，而且嘴罨还有加入新将面谱的图样。若无真足看，是有影看袂出来。当天从早上的7点到那天晚上的10点，他们身上的装备啊、服装还有头盔都蛮重，然后加上戴上这个口罩的呼吸上会比较困难。台中大理区这间宫庙为着要配合政府秋冬防疫的政策，找专门为新将面谱的师傅来参详，希望让新将买当挂嘴罨防疫。因去买市面上用一般布料的嘴罨试画真侪届，包括要用什么色料或者是色水，还有安怎甲新将的面谱来结合，拢讨论真侪届。时间上，如果一般画起来是比一般画在脸上的还要再多一些时间，因为还要再去思考说要怎么跟口罩去连接起来这样。因为本身那个口罩是布的，它有毛细孔，你要先用那个颜色先盖过，要上蛮多层的。庙方表示，即摆若是办活动，五爷新将要出阵进前，会先挂医疗嘴罨，外口则搁挂有画面谱的嘴罨。若安尼，庙方的人员嘛挂嘴罨，而且要求保持社交距离。伫咧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嘛尽心维持在地传统的宗教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弱势团体常常受到民众管来物资，甚至这寡物资会卖掉换钱。也因为疫情关系，新竹市政府就寄付一台消毒机器予民间团体，希望有消毒了后，大家继续来买爱心物资。哪内底拢是民众做爱心捐出来物件。经过整理了后，先喷一盐内米防护液，佮送入去机器内底，彻底杀菌消毒。疫情期间，这项措施唔但会使降低工作人员安全风险，嘛互来买民众更较放心。可以这样消毒过，我们就很放心哈，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措施。这样来自各界的捐赠的物资很多元，那也相对的复杂。那我们也担心身心障碍朋友他们所整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污染、感染这样的个担心？客人中心讲，最近因为疫情影响，人客来买二手物件意愿减真多。市政府即马寄付这套工研院甲厂商合作设计消毒系统，希望会使增加社会大众的信任，也提升因做工课的品质。怎么样来抗菌消毒这部分必须要有高端的技术，所以我们有一个消毒的过程。那我们有实测过这个抗菌的效果达到90% 以上。现主时疫情阁翻头摊，客人中心讲，加强防疫消毒，除了避免工作人员同仁甲人客接触病毒、细菌感染，嘛希望相信障碍者卖二手物件这项头路，会当更较稳定行落去。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
若讲寒流来时阵，农民是真辛苦。伫台南的北门，着农民为着要顾品质，甲芒仔瓜即个芒仔，就安尼瓜较袂受到病虫害以外，也较袂惊寒。梅农过去歹照顾，若个买转农药来种，就更加困难。着农民từ产地种芒仔，唔会当免转药，佫会当减少虫害损伤。这款芒仔也会当地动生风，保护芒仔瓜成长。但是种田着看天食饭，农民也真无奈。足歹过的，心情晒起伏够大啊，系啊。有当你囡仔看伊足水的呢，啊，毋过你透早来看，哦，拢无问题，足水。啊，你9点过来看，你就看到伊叶开始一直枯萎，一直枯萎。啊，到11、2点，全部的甚至规区拢看到果啊，尔无看到叶啊。啊，表示伊区果啊，伫要迄落去啊，系啊，迄心情会就足低落啊。因咱来用足侪苦心去顾伊啊。为着确保芒仔瓜的品质，农民也会定期采样，检验证明家己种的梅农是无毒种族。阮这每一档拢有固定检验农药。消费者食得更较安心安尼啊！因为即季雨水足，梅农产量减超过4成，甜分数大增加。即阵来食台南北门的芒仔瓜上着时。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放假即几天，有新开一间视障生活重建中心，是为着即寡目睭看无的人专工安排的工课训练场所，目的是希望讲用简单的工课，互因有重新接触社会机会。27岁阿安出世就看无，阁有小儿麻痹，启明学校毕业后就找无头路。即马总算因为放假的视障生活重建中心安排，找到一份头路。他从学校毕业之后，然后还没有办法进入到庇护的职场，好，那当然也没有办法进入到一般职场。他们平常如果没有这样子一个社区日间作业设施，以他们为主的话，他们就很容易会是只能待在家里。84克。有一寡视障人士因为目睭无好、速度慢，无法度伫庇护工厂来做事。这个中心毋但有教保老师协助，连工课爱用的家私、工作环境，拢照视障人士的需求安排。这嘛是全台第一间专门替中度以上，而且佫有别项障碍的视障人士设的工作坊，来减轻因厝内负担，而且嘛通甲社会连结。伫遮对我提供视障朋友一个工作的所在，嘛有重建中心，互因做生活的训练。你能感觉到你脚底下踩到什么感觉吗？软软的，软软的，对不对？训练教室替视障人士无去接触各种外界刺激，降低目睭看无的困扰，嘛培养因做工课能力，希望会当增加因独立生活的机会。记者陈雅文、林旭凯台北报道。伫咧云林大溪，为着要推广台语的海口腔，专工办比赛，招学生囡仔上台，用地方的腔口搬戏唱歌。这些参赛者拢发挥海口囡仔唔惊困难的精神，认真准备面对挑战，现场竞争有影是真激烈。风台已经来到台湾。侪学生囡仔伫舞台顶用台语对方的腔口演戏唱歌。这是云林县大溪乡所举办的比赛，今年已经第3届。活动的目的就是要把台语当中的海口腔推广出去，望愈侪人认捌大溪这带腔口，也了解大溪这片土地。我们不要讲台语，是后来慢慢练才会晓。鸟鼠尾溜短短，讲鸟鼠尾溜倒倒，物件落落，讲物件干鸟。台语当中一种腔口，人讲海口腔。海口腔是对泉州东岸腔来的，不过腔是比东岸腔更较重，气音嘛更加明显，语调甲尾音嘛较悬。也中国泉州因为上外偏乌甲台南，移民来到台湾的时间也较早，所以来到地的泉州人分布西部沿海较多，也地理位伫外海，较早号做海口的大溪。对方的腔口当然就是泉州系统的海口腔。你感觉台语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因为伊是台湾人一开始最早以前搬来的时阵就用的。经过这届的比赛，我变甲较有胆，嘛台语嘛较进步啊。参加比赛的学生囡仔，真侪人伫深开始拢无啥会晓讲台语。
不过因发挥海口囡仔唔惊困难的精神，面烂练习，拍拼学讲，打台语买通，讲了有练转。比赛唔那顺利进行，现场竞争也真激烈。学校老师真肯定学生因的认真，也希望愈多人斗阵推广大溪的海口腔。记者综合报道。李秀芬是屏东六堆地区真出名的列名师，得电影院内面就一间该纪念的纪念馆。想袂到伫6当前整修旧厝的时阵，却敲到1万多张的底片。经过台南艺术大学的修复，选35张重新展览，带证人登到50年前的台湾。挂伫壁100个作品，拢是地方出名的列名师李秀芬毋捌公开过的作品。这是2014年在整修李秀芬故厝的时阵，意外发现的上万张底片。后来交予台南艺术大学来修复，竟出35张作品，和德产乡公所合作，伫李秀芬纪念馆办一个特别的展览，众人通透过相片见证1960年代的台湾农村。大概1万多张，由那个我们李秀芬纪念馆跟南艺大的一些老师呢在修补。我选30几幅比较精彩的，先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做成我们的那个明信片。那有来参加的我们的乡亲呢，都有机会拿到这个特别纪念的这个明信片。李秀芬伫1919年出世，是屏东六堆地区的客家人。虽然读农业出身，却是对翕相真有兴趣和研究。看这个相片，会使感受到一款人情味和温暖，也有一对家乡的疼痛。李秀芬牺牲者用镜头跟对迄个时代的卡野，保留真侪珍贵的相片。这个相片毋但为六堆的文化做记录，也是台湾重要的历史经过。修复的重点，我们不在这个南艺大这边表示，不再把它完完全全的修复起来，而是保留了一部分的所谓的时代的这样子的痕迹在这些相片里面。那也有一些斑驳的这个相片让它呈现出来。打德产乡规划特别的活动，佮出纪念册，就是希望佮较侪台湾人来认捌这位重要的本土列名师。民众若有闲，会使来德产药园行打，来纪念馆参观，斟酌来看迄个时代的台湾的光景。记者综合报道。冷风冷雨季，明仔载气象，咱也做伙来注意。北部地区对8度到15度。中部地区对12度到18度，南部地区对14度到22度，东部地区对9度到2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5度到15度。